師傅，我幾時可以發達？幾時可以有好運行啊？呢啲問題呢，真係我哋喺呢行成日都俾人問到嘅問題。開始行運嘅人呢，通常都會有3個好明顯嘅特徵喎，快啲睇下自己有冇。第一個特徵呢，就係人際關係上，你會開始斷捨離，你會幫自己嘅社交圈呢進行一次嘅大洗牌，會開始識建立邊界啦，果斷咁去隔離一啲冇效啊或者消耗你嘅社交，亦都會變得唔想去迎合人哋，只要想將寶貴嘅能量時間留翻俾自己。第二呢，喺你嘅思維方式上面呢，都會有啲轉變嘅喎，你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發生啲咩事呢，就係識抱怨環境，點解會係我啦？反而會更加專注去諗下跟住落嚟可以做啲乜嘢嘢啦，或者係呢一件事上面會教識我啲乜嘢嘢，會少咗呢啲嘅受害者心態啦，多咗聚焦喺解決問題上面。而第三呢，喺你嘅行為上面呢，亦都會有一種嘅清理行動，即係可能呢，你會突然間想將屋企大掃除啦，或者係掉咗一啲唔着嘅衫，換一個新嘅髮型啊、新嘅造型，或者開始去做翻運動啦，甚至乎一啲新嘅計劃，你會好主動咧，會有呢啲嘅去舊迎新啦，或者清理嘅行為，咁其實都係為咗去迎接一個新嘅自己。真正嘅好運呢，其實真係唔係突然間發生，亦都唔係等嚟嘅，係一個準備好嘅你遇到一個啱嘅節奏。喺好運嚟臨之前呢，其實你嘅能量場啦，同埋你嘅潛意識呢，都一定會發生變化。如果你都想更加精準咁知道自己未來12個月嘅節奏規劃呢，歡迎你 DM 我 Level 2。